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虎城纪实》节目，我是陈碧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最新公布安配册评估，乌面腊杯保育等级为外围降为野围。这代表过去数十年为保育所做的努力，和这个全球珍贵稀有的蟹脚族群渐渐回升。但另外一个爱面对现实是，全球6成的乌面腊杯，每一年冬天游玩集中伫台湾的西南沿海。乌面腊杯族群数量增加，不过栖地却无同步扩大，甚至面临着能源开发甲产业建设的压力。而且同一个时间，伫台南另外一位栖地，也就是沙仑农场，一场关系到高明英甲科技园区开发的争议也正伫发酵。当生态保育有着经济发展，两难的局面究竟应该安怎找到平衡呢？今仔日的专题报道，带恁做伙来探讨保育成功背后，接续而来后一道难题。这阵乌面腊杯慢慢啊飞落来，因的面乌甲会发光，长长的喙，就亲像汤匙啊共款，伫个浅水内面落来落去。每年冬天，因为东北亚一路向南边飞，跨越国界，也跨越季节。因选择停落来所在，就是台南。每到冬天，全球将近6成的乌面腊杯会飞到台湾岛东，其中台南沿海是上界核心的栖地，因为这有适合因密实的浅水环境。根据台湾乌面腊杯保育协会普查的结果，在2026年1月11号，总计调查到4514只，比前一冬增加410只。为落水溪口到高屏溪口的32个分区当中，北门游玩是数量上侪样区。2025年，一个来自国际消息团内。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更新安配册名录，乌面腊杯为外围降级为野围。那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透过全球关注黑面琵鹭的专家学者，然后去看整个黑面琵鹭的数字，还有它成长趋势。那因为近几年来，尤其这最近5年来，从4000、5000、6000一直到现在7000，甚至于可能今年会超越8000只。那这样的数字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正成长的趋势。那IUCN每年都会去检讨濒危物种是不是有要把它降等的一个问题。那降等不是坏事，降等表示对黑面琵鹭保育这几年我们台湾或者我们整个全球对它的保育是有做出一些成长贡献，那它才会愿意降等。基本上它的数量增加，这当然是好事。也就是说，各个保育团体跟关心野鸟的人所乐见的，都是乐见于这些濒危物种走在富裕上升的路上，这样子。当然资源上，它有可能因为它的降级，那可能政府上的资源的分配的措施，或许会有一些拨到其他更需要的物种，这是一定必然会发生的一些过程。降级虽然是好消息，但无等于无威胁。除了保育资源可能会被分散以外，上大隐忧之一，就是栖地过度集中。当6成以上的族群集中伫少数湿地，一旦发生疾病、污染、
或者是环境快速改变，冲击将会是全面性的。最近3档救伤数量明显上升，单一个导弹柜都有86只救伤，以台南大约2000只的规模来看，大约4%左右的个体曾经进入救援系统，死亡率更加是超过70%。主要原因是肉毒杆菌中毒甲禽流感。期待黑面琵鹭这个族群这个群体能够更健康。昨天又发现一只有中毒的哈，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得到最好的医治，然后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那最近也因为 T85 的部分也已经被发现了哈。那我想说，这除了高度肯定我们黑面琵鹭保育协会的各位老师大家辛苦哈，在黑面琵鹭的保育以及他们的健康、族群健康的维护上所做的努力之外，我们也谢谢市民朋友的关心，因为社会大众的关心，才有更多的这个关注的动力哈，能源源不绝的来帮忙做好保育工作。市长黄伟哲真感谢民间团体积极投入乌面腊杯受伤救援甲保育，因为保育工作除了政府单位，也需要保育组织来监督。亲像国际照明，都曾经点出未来潜在威胁，正是供电设施。因为人类看到的是能源绿电，但是乌面腊杯所看到的却是消失的水域。愈救愈小湿地、栖地甲密室空间，乌面腊杯栖息的环境真正是愈来愈受限。咱的湿地一地一地拢搁一直咧开发出来。当然啦，有改变的，就是咱这几档内底，就是咱原地有乌面腊杯咧活动的所在有无？足侪拢已经砍迄个光电板。这2档你会讲鸟咧计算咱像无较少。但是遐的一个较大的空间的乌面腊杯，其实对今年来讲有无，多数拢是秘为咱迄个一般的气温内底入去啊，所以同款有遐侪量，但是咱正常咱要观察到的量有无，并无遐侪啊呢。光电板限缩，而且严重缩小了候鸟的栖息地，这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何况台湾位居于不管你是台风或者是什么，前阵子我们看到这样无数破坏掉的光电板，这些后续的处理有没有伤害了这些栖息地？还有就是说，它数量的增多。那可能它延续会产生就是被救伤然后肉毒杆菌或者是食物源会不会也造成可能有一些候鸟它没有办法找到更足够的食物，这些也都是要后续观察。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就是它不会有光电板的问题。然后其实近几年在我们国家公园保护区以外，或是我们的周遭，其实有很多光电板的设立。那光电板设了之后，其实它主要是会针对黑面琵鹭原来它熟悉的觅食环境，会产生趋吉避凶的效益。就是说，黑皮原来底下假料呵，阿姨这么你把它设了光电板，它就必须要去找新的一个食源栖地。那其实还好，我们西南地区这边其实它可以觅食环境是很多，但是它毕竟还是要有一段调试期。对我们这边即便没有影响，但是透过那个花豹器去看一下，它整个在觅食的一个迁移过程中有没有被这些就变成一个叫做生态廊道的一个就是阻断。一般来讲，2、3、4、5家那架是一个连结的，那光电板在中间隔开了之后，它变成要飞比较远或是怎样的部分。政府单位强调，依法维设的重要湿地是无允准设置光电棒的，包括乌面腊杯主要的导弹栖地，拢伫保护范围之内。不过，依照监测资料，观察乌面腊杯觅食状况，乌面腊杯可是咱台湾湿地生态健康的指标物种。
以稳定存在延续，反映湿地系统韧性。但族群高度集中伫台南、嘉义等西南沿海少数湿地，部分导动点持续衰微。加上近年沿海开发甲养殖渔业的影响，土地压力甲空间竞争面临挑战。台江国家公园接下来这几年，其实除了原来的一些调查监测之外，其实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那个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跟我们台江这边接到在做花泡器细放的工作。那无非就是要从不管是受伤的，或是说我们用活套去捉的一些黑面琵鹭去了解，从花泡器的一些讯息来了解黑面琵鹭在我们台江这边过得好不好，就是说它去栖地里面有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其实可以透过花泡器去了解它栖息环境，然后去追踪它，然后去了解它在台湾这渡冬期间里面，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威胁条件。咱若要希望这鸟啊，过来到这会当好好啊过冬有无？当然是咱的栖地啦，栖地的物件这部分拢爱去做营造啦。唔是单算迄只鸟啊几只有无啊？咱鸟啊若单算几只，愈算愈少。IUCN 的降级是一个肯定，也是一个提醒。这正伫提醒咱，土地正伫承受压力，而且同款的问题也出现伫另外一个所在。乌面大尾保育有成是公部门单位甲民间团体当日来合作努力的成果。不止同时推动外围物种甲重要土地生态服务的给付，透过补助渔民维持下水位等等，用作友善的方式，让渔稳啊成为乌面大尾食物来源甲休憩的好所在。但是，当咱关注乌面大尾土地压力的同时，伫台南另外一个物种也正面临类似的处境。伫桂林沙仑农场，一种相当稀奇的猛禽高面鹰，正因为开发计划面临着土地改变的挑战。刷得来，带恁来看一片土地顶面的另外一场战争。2、1，台湾好球 ，AI 无限，迎向未来，我们一起把我们的 AI 科技投进好球袋。2025年初，赖清德总统到沙仑徛台，为大南方实施推动方案，甲 AI 创新应用大楼招商甲务。讲南科已经具有半导体产业滚珠效应。沙仑将紧密配合国家重大产业政策方向去引导资，市场更加传出台积电1.2奈米制程预定地沙仑生态科学园区，预计完成以后，产值是22547亿，提供就业机会高达3.5万人。原定2025年底送交环境评估，但是伫这片土地上，阁有另外一个祝福。鱼有甲互人兴奋尖叫。高面鹰是一种非常稀奇的猛禽，因搭着草地飞行，伫乌鸦当中舞声拍蜡。伫沙仑农场，这是因少数有缘会当生存的所在。这片地是位伫台南桂林，原本是台糖经营的广大农地，总面积将近1000公顷，无草地、无水田，草生环境构成一个少见的生态系。这不只有农业利用，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草鸮是台湾一级保育类动物，就是极度濒危。然后它是东方它是草鸮的台湾的特有亚种，好，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好，然后它濒临绝种。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最容易看到草鸮的地方。好，以我来讲，我自己同框看到3只，好，这不可思议哦！濒临灭绝的生物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自己就同时同框看到3只。那样其他地方当然你说也有草鸮，也有什么好，但是它没有那么容易被民众看到。经过无数的暗暝长期观察，拢有无同的惊喜。
研究甲鸟类观测资料指出，这片农场有超过130种鸟类，包含多种保育类甲珍稀物种，吸引不少赏鸟爱好者，特别开着专业相机来抓珍贵的画面。这边生态一直很好啊，就是各种鸟类啊、老鹰，然后尤其是环境雉，这边是很有名的。对，就是你现在听得到嘎嘎叫的那个声音，就是当然是不要开发比较好，或者说不要过，就是各退一步吧。这边每年都要来个2、3次吧。像拍鸟啊，这个季节最好，因为繁殖季节，鸟类比较多。黑翅鸢是这里的特色，还有那个红隼。红隼是过季。就是刚刚在清风那个就是大冠鹫。但是这也被纳入开发计划，包括南科沙仑生态科学园区，也就是南科四期，以及沙仑健康园区。这个开发案涉及超过一半以上的农场土地，大约531公顷以上。反对者呼吁，新开发应该只限伫既有的高铁地区内面。沙仑农场也应该被列入国土计划法的农业发展区第一类，维持优良农地利用，并且赋予生态几乎配套。里面有非常多的保育类动物。那我们知道，在台湾法律上面有所谓的环境基本法，当开发的时候，环境优先。接下来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针对一级保育类动物，你必须要非常谨慎优先的处理，因为它是极度濒危，极度濒危。然后再过来就是，除了生态保育之外呢，这边因为它是大面积500多公顷，包括周边的开发，我们从科学园区的周边可以看得到，当科学园区开发完之后，它的周边的裙带效应一定会接着开发。过去这边，他们在观察说可能会有草鸮的地方，然后后来就被例如牧草地就变成西瓜田，然后就没有了。好，就不断的这样子，慢慢的在这3年左右就快速的被消失、被破坏。包括像去年到今年，去年底的时候，这边以疏伐人工林疏伐的名义，然后来做疏伐。那我们知道人工林疏伐呢，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这里是砍掉之后不种了，所以这个不叫循环森林。有真正做草鸮的这个生态调查。我们台南市政府现在我们可以讲，我们有开始做，我们从去年9月开始做到现在。从去年9月做到现在。现在出现最多的草鸮的出现最多的就是在高铁。你刚刚上面有个高铁跟台铁的那个标志，在高铁那附近跟 C 区高铁那附近，另外一个部分在往南，就是这个区域要往南5公里之后的那个2人溪那边，所以在这个沙仑农场台糖沙仑农场这个区域，目前为止监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我们那个监测是全面的监测，不是只有1只2只这样子摄影机在监测，是全面的监测。所以目前为止，我同意草鸮是生长在草原，它不是生长在森林。对，它的飞翔的范围应该都是在草原，所以这个地方是蛮好。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监测到。还没有监测到吗？它是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草鸮在这边筑巢，所以这边发现它的踪迹，它可能在觅食，在抓小老鼠或抓什么样的，它不是在这边筑巢。筑巢的区域已经找到它的巢在呢2人溪流域那边。真正有面对的议会之时，市府应该在产业发展甲生态保育之间取得平衡，创造双赢。政府当局主张生态先行，表示至少留175公顷绿地、草地甲水的空间，并且进行异地保育等措施。计划成立东方高屏鹰保育协作平台，会诊调查，并且纳入各界意见，
希望找到产业甲生态共融方式。是由南科管理局他们有招差我们做一个草销一个平台。那我们经发局这边也针对这个热点的部分，也有去做一些2年的侦测。那好像是新人是第三季的部分，那这个资料我们都有掌握。那目前为止，就如市长所说，目前那个栖息地跟觅食区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做一了解啊。他们未来那南科管理局在做这一块，也希望说以生态先行的方式去做处理。未来如果林保署有这个经费，我们会协助去做。我们已经做了全盘的调查，在一级保育类动物的草销的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异地补偿，包含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个100多公顷的绿地，然后还有后面我们还会有个生态的专家的平台，就容纳各个区包含高雄、嘉义的专家，就草销的这个保护的议题，我们一起来共商一个开发如果双轨并行的开发的一个共存的一个模式。我们黑面琵鹭当初您讲说草销全台湾500只，黑面琵鹭全世界当初只有2000只。现在我们的水质在关田菱角那边的水质，其实我们的保育都有这个蛮多的经验，我们也愿意跟保育团体来合作，一起来为保育这个草销它的生态做最好的一个规划，那能够让产业一起保护草销啦，让产业跟生态能够并存。市府提出种种成功案例，强调开发甲保育会当做伙进行，同时愿意负起保育责任。毕竟，真一大片的沙仑农场有南科4期要落脚，对地方来讲，绝对是爱配合发展。周边的土地，嘛要透过都市计划协助规划。城乡243在高铁我们南科4期的规划，在南半部的这地方。那这部分的规划整个外扩出去，它可能比如说400公顷的开发，它可能会造成1000公顷的食衣住行娱乐都要做。那再拜托林荣川局长，针对于聚落乡村聚落的部分，特别的再把它规划出来，不要让好像城市的开发都集中在我们的南科4期的中间。对，基本上我是赞成的啦，因为就我们这个世代啊，我的同学基本上都在外地工作了，那如果开发的话，是不是增加就业机会？那在下一个世代，他们是不是就会留在本地来做发展？为了几只草销，然后影响到社区发展或者整体的发展，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了。因为我本身也是农家子弟啦，我们家以前是种西瓜的。那我们其实田里面的老鼠其实不多了哈，会有啮齿类的动物，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蛮多瓜果类的农作物。那既然有啮齿类的动物的话，所以草销就会在那边觅食嘛。那其实它觅食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啦。因为说实在，沙仑高检站附近会比较多食物，会比较多老鼠，可以来当它的食物，这是一个食物链的问题了。离主责单位南科管理局，在无影响环评的状况之下，持续收集各界意见，对园区开发规划进一步优化，将重视生态空间的完整性，降低对高民营栖地影响。唔敢讲方案人人拢会满意，但是会尽上大努力，在产业发展甲生态保护之间取得上大共识。乌面大杯回归，证明咱曾经成功挽救一个物种，但是保育从来都唔是一概性的胜利。当叶鸟年年回来，当开发持续前进。咱真正爱去思考的问题是：这片土地到底是要留给什么人？是产业，也是生态，也或者是有法度找到一个会当让产业甲生态做伙生存的方法。当然，这就需要一下更加多力量，并且持续的努力付出。透过咱的专题报道，希望您做伙来思考，共同关怀这片珍贵的土地。感谢您的收看，咱再会。